台中警方今仔透早去南屯的白亚东溪巡逻，因为这条路是真宽佮真直路，所以真侪改装车拢直接泊车。看到警察，大家赶紧闪开。警方会用监视器来查现场的车辆，再佮交予交通局处罚。一听到检察车的声，所有的骑士拢走了了。有人甲油门吹真崩，阁有人咧翘高链，为事是咧呛声。虽然警方到场了后已经无妨害安宁的状况，不过受扩大调监视器，锁定5台汽车甲16台机车，要针对改装甲噪音的部分，交予相关单位来开发。涉及改装及噪音车辆，将分别函请监理机关查验，并上传环保局噪音通报网。这条路就伫咧白雅溪的边仔，是直通通又搁宽，附近也无大人，定定会有真侪改装车来遮泊车。警方表示，改装过的车若是有驾车行为，会当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罚9万。车体若是有改装卖这单，要求爱重新验车。不过，也是有不少民众认为，改装车噪音的问题是非常困扰。很多，都是改装那个加速器那种的声音了。做差。如设有不当改装之妨碍安宁之车辆，将依噪音管制法告发处分，处新台币3000元至3万元不等。此外，环保局将针对该区域周段，加强各项噪音车辆管制作为。虽然台中市府伫去年7月有启动专案加强处罚，不过民众也是认为成效有限，嘛掠袂离。环保局强调，若是使用无检验合格烟筒管妨害安宁，就会当甲罚。无改善，就看一届罚一届，嘛甲警方合作来加强查缉。记者台中报道。